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第14届第2次会员大会27号中昼伫安平东东宴会市场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以及这位市府以及主管、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以及协会顾问、贵宾等等，场面相当热烈。其中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对南西赶回来，感谢外勤记者协会描写判演市政甲市民沟通的桥梁，表示肯定甲感谢。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会员大会，我们小罗理事长真的是任劳任怨，服务我们的所有的会员先进，这点是高度的肯定，高度的感谢。所谓全国电子就刚新的哦。但是在岁末年终的时候，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好朋友，大家能够对市政的争点对于许许多多民众反映的事项，都能够鞭策我们市府公务环境。但即马市府咱指挥，会使讲的建议放动平移误会以及来对待市民。因为这届内底讲啊，对咱台南市未来正好的民主的天下。本时嘛是媒体出身的立委陈天辉嘛感谢媒体记者辛苦，前立委高淑波嘛感谢协会，并且鼓励媒体发挥道德勇气，坚持理想。也是记者媒体出身的哈，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我还记得说之前在跑这个媒体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很多的大哥大姐的后面这样子跑，真的很感谢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多媒体界的好朋友真正是发挥咱讲道德勇气要很有坚持理想才能够让很多正确的消息能够传播给我们的市民，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大会同时嘛进行第15届理监事的改选，改选的结果，新任理事罗启俊、赖冠章、姚正玉、林中平、张玉成、王俊忠、陈慧珍、林庚、郭文吉、顾守昌、陈锦旗、姚文华、黄崇群、郑德正与洪荣志。理事长接受乡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副理罗启俊连任。对于未来，我们91外勤记者学会还是会秉持60年来的一个精神大概秉善恶之比秉千秋之比明善恶之辩那善尽我们媒体记者的一个责任，社会责任那因为现在的那个假消息也非常的多，我们也期勉我们的会员都能够站在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立场。针对蓝绿就是只问是非不问蓝绿的立场，秉持专业，就是说善尽查证责任的这个立场，来延续我们会的传统。李新林干事叶金耀、赵传安、刘汉生、谢金胜甲何乔邦，常务干事叫中华日报叶金耀接任。台南新闻林庚、张伟忠、蔡宏报道。每年1月2号就是腊八节，佛光山南台别院12月27日特别准备了4500份腊八粥，要来分送给社会大众，分享不做的大爱。27日一透早，由总主持满洲法师率领诸位法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以及众师兄师姐，做伙伫市政府2楼，甲市长黄伟哲做伙诵经，为台南市祈福。为百姓们服务的人民公仆，致上深深的敬意。我们也为台南市的弱势家庭、弱势团体
以及独居老人，也献上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希望能够温暖他们的心灵。在这里，我也要邀请我们台南市民，在元月2号，也就是腊八的当天早上，我们会在佛光山南台北院正门口广场举行祈福法会。法会之后8点半到12点，我们会准备5万碗的腊八粥，跟我们全台南市民结缘，分享佛陀的喜悦。佛教团体用腊八粥甲大众结缘，希望民众会当为当中感受到佛祖慈悲为怀的精神。那2500多年前，佛陀成道的时候，我相信，这个除了纪念这个日子，最重要是能够延续佛陀，助人济世的精神，也就是说要与人为善。所以我想这个腊八粥过去有许多历史典故，但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本质要能够留存，也就是希望让社会更美好。那让社会更美好的事情，就要多行善道，做好事，说好话。因此呢，我们很感谢佛光山能够施粥普施天下，也感谢许多过去这1年来，包括许多志工，包括许多为这个城市、为台湾付出心力、付出时间，而且付出努力的这些好朋友。那当然，在腊八的时候，我们更要好好的自省自立，希望更加努力，能够做得更好，让市民朋友们过得更好。南台别院除了将腊八粥分送给市府同仁以外，后来嘛分别前往警察局、消防局以及双子星3管网有线电视，甲民众结缘，为大家祈求平安顺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伊人看到立委陈天辉正手摕着报道，强烈表达伊的不满，因为日前有报道指出，表示伫去年的市长初选当中，候选人之一的陈天辉有网军来攻击其他候选人，这嘛互陈天辉马上调出网络的资料，经过伊的比对以后，表示报道当中所讲的网军大部分拢是咧攻击伊，所以哪有可能会饲网军来攻击家己？昨天呢，有某媒体，然后突然问我说，邱毅他有提供了一份资料，那是由某个行销公司所做的一份报告。那这份报告里面的内容有提到我说，当时在市长党内初选的时候，黄伟哲有些网军攻击他的账号，跟我好像是有关。然后我马上就去找了这些资料，结果我发现说。因为我有印象，当时候在攻击我的时候的哪些账号，我一看就说没有啊，这些账号都是攻击我的，怎么会去攻击黄伟哲呢？我是被害者，怎么会变我是加害者？所以我就马上叫我的助理赶快去找，把所有当时候的资料download下来。结果发现确实这些账号全部在骂我的，对我是极度不友善的。有人会笨到去买网军，然后用网军来骂自己吗？那这个人是不是太笨了？所以我相信这整个资料，我们整个download下来的资料里面全部都是对我极度不友善的，这些都是对我不友善。那我要问说，那这个跟我什么关系？怎么可以说你要做一份报告，而且这一份报告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然后没有任何的交代，突然之间有媒体就开始运用这样的一个资料，甚至在他询问我要做平衡报道的时候，我也有提供相关资料给他，说你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的这些账号都是在骂我的，都是对我不友善的，怎么会是我的网军呢？所以我请他说，你们一定要做处理，这个不应该是要报道的，可是他还是报道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说，今天我还是要严正的声明跟抗议。这个我们今天都有提供相关资料哈，就是当时候在这个账号里面，他们是怎么对我不友善的部分，其实非常清楚。陈天辉嘛强调，这个记者会除了做说明以外，嘛是提醒媒体唔通搁再使用这个错误的资料，如果继续来使用，伊嘛无排除提出告诉。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除了声明以外，我们也要提醒说，希望我今天提供了所有资料，
来做澄清，表示这一个资料报道跟报告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不论是媒体、其他的媒体，或是政论节目，或是有任何的新闻相关的平台，甚至是这个网络平台，我们的通讯资料，希望不要做任何引用。只要有引用，我相信我们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会中陈天辉嘛邀请律师共同参与，宣示了陈天辉对抗假消息的决心。台南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另外，参选人蔡淑慧第二晚王家珍陪同，除了关心校园毒品的危害，质疑教育局是美化数字，或是暗看事实，乃甲警察局筛检出阳性的人数有真大落差。这摆蔡淑慧代表国民党参选立委，为了让选举的气氛较活泼一点嘛，较袂遐紧张，特别推出找找国民姐姐活动。在活动期间，只要介本人或是扛棒来翕相，就有机会抽奖，而且是无限年龄、无限电池，拢会当参加。是不是在设计一个寻找国民姐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寻找国民姐姐的活动非常简单，你只要在我们的大街小巷看到淑慧的看板，你可以跟她拍个照，然后你也可以在我跑活动、跑行程的时候跟我拍个照，甚至你可以，如果你跟我是同名。你是淑慧，不管你是哪一个会，你是智慧的慧、花卉的慧，或是有草字头的慧，只要是同样一个音，你也可以就过这样子，就是找寻淑慧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增加我们的整个选举，让它更活泼、更快乐。那我们的整个活动事实上不限年龄，就算你是刚出生的小孩，0岁到100岁、120岁都可以参加，不限年龄，不管你有没有选举权，你有没有投票权。都可以来参加。第二个，我们不限你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很欢迎很多来自其他县市的朋友，因为你刚好到台南来做这个观光，你也可以跟我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不限居住地方。第三个，无关你支不支持这个候选人，你支不支持都不重要，所以欢迎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寻找国民姐姐的这一个活动。为了替活动宣传，蔡淑慧也特别请全民议长郭信良替代言，同时得到议会不分党派响应。蔡淑慧议员呢，这个活动非常的棒，可以诠释所有的市民呢来参加寻找国民姐姐，这个无关选举大家一起来，任何政党都可以，来制造一个非常快乐、活泼。有很舒服的一个选举，大家不要有政党的仇恨，一起来寻找国民姐姐，让这个选举更活泼、更快乐。原本活动将到1月10号早止，不过为了让更较侪民众有机会来参与，甚至得到奥运会所准备的摸彩贺礼，特别延到1月17号。那个朋友的反应，他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活动延后？因为他们想要去拍我100多个看板，到底在哪里？可能会时间来不及。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那个记者会，我也跟各位我们参加的选民来说，所有参加的朋友来说，我们的活动本来设定在1月10号，我们可以往后延，我们延到1月17号。议会7连8议员进军立法院，不过伊再次强调，这款的活动不管有支持伊，拢欢迎任何人做伙来参加，就是要让这阵较可惜的选举变甲无同款。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宣传将要来到的跨年晚会，新闻处第27号特别规划了记者会，会中特别邀请台南在地表演团体到场。这摆特别以着2020台南跨年虎城欢喜为主题，除了各种台南表演团队演出，也规划了亲子共同创作的艺术活动，要让参与民众留下美好的回忆。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府城跨年2020的记者会。我们知道，往年许多地方跨年都是要一大堆烟火，都是要一大堆这个演唱会的方式。但是今年台南的跨年恢复到我们以本土味取代烟硝味，用艺术跨年而不是用烟火跨年。这个又叫好又叫座，既看热闹也看门道的方式，来尝试新的形式的跨年活动。那么非常感谢我们文化局还有我们新闻处大家的努力，能够找到这么多本土的艺人，找到那么多有文化意味的这个方式，规划了这么多节目来做这个跨年，我相信一定非常非常有意味的。而且我们过了12点之后还要到友爱市场去看深夜市集。不是深夜食堂哦，深夜食堂吃了会胖，但是深夜市集基本上是有许多年轻人的这个活动，那能够让这个跨年非常具有温馨味，而且具有府城味，我这点是热切期待的。那让我们一起在跨年的时候来到台南，当然也会倒数，但是不是用这种鞭炮的方式倒数，也不是用烟火的方式倒数，更不是综艺大咖的倒数，而是具有本土意味的倒数。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跨年。这个活动对下晡4点的手作体验加市集，一直到暗时的舞台表演加跨年以后 After Party， 要台南的民众一路升到2020年。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立安南病院在地服务将进入第7档，目前一天门诊量超过3000人次，加上个人患者占多数。为了让患者看门诊的空间甲服务更加舒适，安南病院特别成立第2门诊中心，并且将五官科，包括眼科、耳鼻喉、风湿免疫甲皮肤科整合伫第2医疗门诊中心，负责改善看病动线，同时嘛打造优先候诊的空间。今年从去年就开始计划，要把这个医疗就扩到这个第2医疗大楼。那第2医疗，所以我们就把一些专科就是把它疏散到这边去，所以本来有的科是在这个医疗大楼非常拥挤。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眼科、风湿免疫科、耳鼻喉科、高压氧以及放射科，我们就先移过去。那这个移过去以后，我们的第1医疗大楼、第2医疗大楼、第3医疗大楼就连成一气了。今天的这个开幕其实相当重要，因为今天开幕以后，我们整个这个安南的医疗的一个环境就等于是完全打开了，所以我想一定可以跟这个乡民做更好的服务。我们看到安南医院不仅是对安南区，而且对大台南市的市民，它的医疗品质的提升以及医疗服务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增进。这7年来，我们觉得其实安南医院可以说是台南之宝，也可以对台南市民的医疗以及这个健康做出最大的贡献。我们感谢安南医院它的这个我们医疗团队的付出，那也感谢他们对于软体硬体的一个投入，能够让
这个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得到更大的保障。除了第二医疗大楼门诊中心的启用，另外阿南病院嘛添购第二台持证照应。阿南病院院长林瑞模表示，目前阿南病院一般的病床499床已经全部开满，而且嘛经过第二次区域病院的评鉴，未来将迈向医学中心做各项的准备。台南新闻林英光采访报道。安南病院中医部医师庄小梅表示，其实尿失禁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请看的尿失禁会当分做急迫性、应力性，甲两种的混合型。妇女听看的急迫性尿失禁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泌尿肌过度活动，造成膀胱过动，或者是膀胱发炎，引起容量变小等。你应力性，这是时常发生伫个生产过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族群。症状初期会当透过行为治疗甲药物治疗，不过徛伫个中医的立场，就是要辨证下药。妇女尿失禁呢，在中医方面的治疗呢，我们简单可以分成4种症型哈。第一种症型呢，就是属于肾阳不足的类型。肾阳不足的类型呢，临床上面它可能小便会有这个清澈如水啦，吼，小便会有打冷战的一个尿失禁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选择使用的药物呢，我们可以选择像是暖肾丸或者是右归饮来做一个加减。那第二种类型呢，是我们脾肺气虚型。脾肺气虚型呢，比较典型呢是它同时会有子宫或者是膀胱脱垂的一个现象。那打个喷嚏或是弯个腰呢，就会有一个漏尿的一个情形哦。那临床上面我们会选择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做一个加减。那第3种类型呢是肝郁化火型，它是属于我们能量分布不均匀的一个部分。那临床上面的一个症状表现呢，包含像是压力太大的时候，它尿失禁的症状会变得比较严重，在憋尿的时候，膀胱会有胀痛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在临床上面，我们中药呢可以使用这个小柴胡汤呢来做一个加减。那最后一种类型呢，是我们阴虚阳亢型。那阴虚阳亢型是因为它的膀胱容量不足的关系，所以虽然它尿失禁，可是它小便流出来的量呢是比较不多的，甚至可能会有出血、疼痛的一个伴随症状。那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使用6味地黄丸来做一个加减。除了无同的症型，有无同的处方。另外，民众伫个厝内嘛用个搭配穴位的按摩做保健，选择竹山里、山阴胶等提升泌尿系统的能量。如果是压力紧张的症状，会用个伫太冲穴来按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位中重度失智症的林阿嬷，伊日前出现了日时的时阵想要困，暗时的精神较好的日夜颠倒病的状况，也佫有情绪激动的情形，这也就是伊照顾者的困扰。伫到了感染疗养院看中医后，使用中药搭配认知促进活动，现在也会使伫日时的时阵保持清醒，暗时的时阵安静来休困，情绪也稳定足侪。我们这次的案例，林女士，她其实白天的时候就是有疲倦的状况，那晚上其实是比较躁动不安，难以入眠。那其实这样的状况的话，家人照顾会蛮困扰的那会影响到家人的日夜周期的状况。当然，我们用《黄帝内经》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白天给他补气增加他白天的一个醒觉的程度。那相对的，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给他比较安神助眠的这个中药。那借由这样的状况再搭配我们老人日间病房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促进的活动，那增加他白天的活动量，进而慢慢的把他的日夜周期给他调整回来。那当然，我们后来也证实说，我们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那家属在照顾上面也相对的轻松许多。其中感染疗养院的老人日间病房也提供了患者的家属真大的帮助。除了伫日间的照护以外，也有医生会使开药提供适龄的患者更加完善的照顾。老人日间病房是这边的欧阳副院长在民国91年申请健保通过成立，那迄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在这当中，就是一直服务65岁以上的老人日间民众，就是包括诊断有失智症、忧郁症，甚至妄想，还有一些严重的其他创伤、脑伤等问题造成的民众，65岁以上都会住进来这个老人日间病房。那目前这一块也是健保服务的相较于其他长照2.0之下的乐活日间，
那目前来说，这个老人日间病房就是一个健保之下给付的病房，所以希望民众或者其他家属有刚刚上述林先生所提到那些日间照顾困难的时候，可以多想到说还有老人日间病房这一块，未来可以好好利用，就是在平常的日间照护之外，因为这个是医生有在里面，那可以调药，或甚至会诊他科做一些疾病的处理。医生也提醒民众，如果家中有失能者需要照顾，也会使向政府申请传视服务，将会使减轻照护的负担。但新闻广播以参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